有調查顯示，港人英語水平下降，屬於中級程度，當中口語能力更加屬於低級水平。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學好英文？中醫徐澤昌研發 AI 診療系統，又做工會理事長，仲參加埋電視台歌唱比賽。佢點樣可以做到時間管理大師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凝聚香港》。今晚有我 Nicole 同埋 Kitty 同大家一齊關心香港。今晚就係第15屆全國運動會閉幕嘅時刻啦，真係有啲唔捨得啊！係啊，港隊已經順利完成所有比賽，運動健兒可以話係博盡無悔。咁港隊喺今屆全運會一共取得9金2銀8銅嘅好成績，無論係金牌數目定係獎牌數目都創下歷屆新高。當中第1金由帆船運動員貝俊龍成功攞到，最後1金啦，即係第9金，就係由男子花劍隊奪得。而單車運動員李思穎啦，更加係史無前例咁奪得單屆3金，真係要好好恭喜咁多位得獎嘅運動員啦！今朝15運會組委會副主任、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喺深圳舉行嘅記者會上面，亦都表示對本港運動員嘅卓越表現感到驕傲，咁認為佢哋可以同全國精英喺國家級競技舞台上較量，互相交流學習，提升競技實力，獲益良多。而萬眾矚目嘅閉幕式將會喺今晚8點喺深圳寶安歡樂劇場舉行，到時會延續開幕式嘅特色，以科技融合體育、藝術以及係粵港澳3地文化，繼續為觀眾帶嚟驚喜。閉幕式嘅嘉賓、演員以及演出團體超過1000人，連日嚟加緊彩排，磨合現場嘅舞台美術設計、道具、燈光，希望達到最佳演出效果，為觀眾帶嚟一場視覺盛宴。當中最大特色係將臨海舞台同城市天際線交相輝映，形成海天一色嘅自然景觀，打造全球首個城市全景閉幕式。表演會展現水元素，通過神奇視覺效果，舞台會化為一張紙，緩緩破水而出，將深圳、大灣區以至中國燦爛文化畫喺上面。咁同時咧，會有充滿嶺南特色文化元素嘅文藝演出。運動員亦都會打破常規，以各種意想不到嘅方式參與閉幕式。例如有一段演出係成個舞台會消失喺水入面，到時就會轉為花樣游泳同龍舟健兒喺水中表演，並且形成4層人梯，象徵眾志成城。閉幕式仲會匯聚液態畫布、裸眼 3D、智能穿戴、5G 雲控、無人駕駛等等呢啲最新嘅科技產品，真係令人好期待啊！今晚8點，大家記得鎖實港台電視32或者36台，齊齊欣賞直播啦！咁熱烈嘅運動氣氛呢，就唔好俾佢停啦。咁雖然全運會即將閉幕，但係香港嘅體育盛事浪接浪，好似聽日咁啦，本港就會舉行維港泳2025。今年維港泳名額有成4000個，聽日大約上晝7點半，一眾嘅游泳好手將會以灣仔金紫荊廣場公眾碼頭作為起點，游到終點尖沙咀星光大道公眾碼頭，全程大約1公里。